兄弟姊妹平安。哦，拄仔听到迄个声，所以提醒咱伫礼拜中间，请咱将咱的手机家己关到无声震动，好，安尼通保持咱礼拜中间的肃静。来，咱来锻炼圣诗第3首，保罗称呼主耶和华。咱来吟第1节、第3节甲第5节。保罗称呼主耶和华，你名传得极大，六种人格摆在地天，真正对大位。第3节。耶和华所做的天，你摆在个甲星，人是啥物？你闪亮你也会可以行日。第5节，为这遭受害来的喜，拢总行好地。被上帝做耶和华，你名传得快大。咱再来看452首。上帝听通太话遐大。咱吟第1节甲第4节。上帝听通太话遐大，欢喜是落予我，见我美美小可的人，予我甲伊君话，因为我知所信的救主，若深信我靠，会伫你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无相伫到彼日。第4节，被行诚心三位一体，一生一怪一大。尊贵眼刚刚还无退，恶路伊名无删，因为我所信的救主，若深信我靠，会伫你保守，为保守所交托伊的，为保守伫到彼日。请咱闭眼心来礼拜。礼拜时要到，请闭眼心来敬拜，请照教。
恁着阿罗耶和华，对天顶阿罗耶和华，伫悬的所在阿罗伊，因为只有伊的名受尊最悬，伊的荣光满过天地。圣诗第3首，阿罗称呼主耶和华。圣诗第3首，阿罗称呼耶和华。耶和华，会众请起立。请游玩徛伫同齐来共读使徒圣经。请，我信上帝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交读启应文第3篇，伫信息后壁面，我来启，恁来应。启应文第3篇，耶和华，阮的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这宽大，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。你因为你会对着的缘故，对婴仔甲食恁的喙建立能力。要互对着甲不安的情境，我看你的天，你的手所做的，甲你所拜的会家甲星，世间人是甚物，你少年伊；人的囝是啥物，你眷顾伊，你予伊比天使利亚较输。搁手术伊严光尊贵做冕旒，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，摕万米伫伊的骹下，就是一切羊甲牛，山野的走兽，天中的鸟，海内鱼甲雉仔经过海里的路鞋，耶和华阮的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遐宽大。同心压头来祈祷。
听阮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创造天地万物，你是全能无所不知的上帝。当阮众兄弟姊妹做伙来敬拜你，愿一切荣耀甲尊贵拢归伫你，你的名永远受尊重。感谢天父疼痛，你大力看顾保守阮，互阮一切的需要。伫主内面，阮拢无欠缺。你也大力看顾阮的家庭甲教会，保护阮亲像保护目睭人，将阮藏目伫你的翅下，享受你的疼痛，以及甲主同在美好甲祝福。主啊，但求你搁一摆帮助阮检察家己，无论是阮的心思意念、喙所讲的，也是行为举止。求你除去阮的骄傲甲自私，所有阮知甲毋知的罪，恳求你用你的宝血洗清阮，求你启示阮，帮助阮来改变，求你使阮智慧你的话语，成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踏实的帮站，互阮的日常生活中会当照你的旨意来行，愿每一日过着甲主亲密、真实的信仰生活。哪亲像你，哪亲近你，成做你圣行的囝儿。主啊，当阮用真谦卑的心来敬拜你，求圣神甲阮同在，透过牧师将你的话语一开帖，就发出光，光照阮，开阮的目睭，照着阮大人的需要，启示阮性命得到改变，互我的灵命得到把助。享受伫主内面的丰盛的恩典，愿阮伫你的面前的敬拜，诚做芳芳的祭献互你。阮的恳求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免。阿罗圣歌队要用我的心神啊，你着阿罗耶和华来阿罗上帝，请圣歌队。
伊家伫咱乌鲁开大声称颂伊，我的心心啊，领着乌鲁耶和华。圣经诗篇第8篇，伫周报的后壁面，请大家来看，我来读。耶和华，阮的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遮悬大，你将你的灵光摆设伫天里。你因为你的对敌的缘故，对婴仔甲食恁的喙建立能力，要互对敌搁甲报阮的真正。我看你的天，你的手所做的，甲你所排列过甲星。世间人是甚物，你少年伊。人的囝是甚物？你眷顾伊，你互伊比天使利亚较输，高手属以阳光尊贵做冕旒。你说着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，下万米伫伊的骹下，就是一切羊甲牛、山野的走兽、天中的鸟、海内的鱼，甲既若经过海里的路的。拢下伫伊的骹下。耶和华，阮的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遐悬大，正道荣耀尊贵，时间交互牧师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我的心神啊！你着乌鲁耶和华，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搁一遍来感谢你，感谢你每工的看顾，你留阮一口气伫即个世间。虽然阮志未衰，虽然阮软正，虽然阮软弱，但是你在阮看做是宝贝，你来疼惜，愿你的神继续来引带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透过你的话，带来医治，带来安慰，带互阮毋忘。阮来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伫生活中，还是伫大自然，咱去旅游的时阵，咱应该拢有安尼的经验。当咱经过公园的时阵，还是经过有树的所在，咱大部分的眼光，咱的目睭，应该毋是咱紧紧咱看时间，毋是看涂骹，咱就是安尼白白啊看去。所以咱大部分看见啊，看迄树啊，迄树干。一般咱真少吼，咱从咱的头夜观来看，咱看了这树到底是生做安怎？实在上精彩的是，咱夜头来看者，哇，里面有真多的花啊，真多的果子。甚至咱毋知影，咱在座有偌侪人真久毋捌用手，去来拥抱，去抱咱的手啊。牧师逐工早起去运动的时候，拢会去遐抱一下，去遐摸一下。咱大家去试看卖，试看卖，还是用手来感受一下。上帝听咱世间人透过伊所创造的大自然万物，要互咱来明白伊。咱爱有较侪明白上帝，咱较有法度来明白咱人啊。咱人虽然智未衰，但是上帝看咱每一个人拢是宝贝，互咱伫万物的中间，咱是上尊贵的身份。毋过，咱大部分人，咱常常陷入自我有限的明白，受咱肉体不忘的控制下面，咱无法度体会到上帝创造，这是非常的可惜的所在。今仔日诗篇的诗人一开始对上帝创造，又对上帝献上恶路。咱做伙来看经文第1节到第3节。第1节到第3节，今日的经文咱拄则咱的诗歌，还是客英文，咱已经学习2遍啦。
咱搁来看第3遍。耶和华阮的主啊，你的名伫全地到遐高大，你将你的荣光摆设伫天里。我看你的天，你的手所做的，甲你所摆列的月甲星。上帝透过伊所创造的宇宙万物，日月星辰、高的山、真深的海、天顶咧飞、甲地上咧爬的动物，甲牧师一开始讲的这树木，有赏赐予咱人食的菜蔬、五谷、水泉，互世间人看到。正确来讲，上帝袂晓互迄愿意看、愿意详细看的人了解，这个拢是上帝要对咱人的显明伊的权能，甲伊的管理，甚至互咱了解上帝荣光尊贵的身份啊。但是真可惜的，如果咱连一丛树，咱拢无法去详细看。咱要怎有对上帝的明白的？当你对上帝的创造的每一项物件，花花草草，你有感动的时阵，你就改变了。牧师的后阳台后边吼，有种一寡花花草草，即阵吼拢咧开花，就是含苞待放的时阵，我嘛有真感动。我后壁面嘛有种高粱吼，高粱的麦穗，哦，我随便把它撒几个高粱，伊就加愈发愈多。我就真感动，你一粒种子高粱的种子，安尼放伫遐，伊就发啊足大丛。第40讲，世间人是啥物？你少年伊；人的囝是啥物？你眷顾伊。有限的人甲无限的上帝比起来，会使讲是微不足道。人这个字里原文的意思是哪？让他一块碗，无小心摕无好势就破去。人是这里细密细，这里冷静。让他诗篇90篇第10节安尼讲：阮一生的年岁是70岁，若是勇壮到80岁。总是其中所夸口的，不过是劳苦忧愁，因紧紧就过，咱就飞去。人因为活伫充满罪恶的世界，咱会感觉咱一世人的时间会感觉真紧、真短落去。在座咱应该有感觉吧？1月头，牧师已经年过半百，在座呢？佫比我较侪岁，你感觉时间真短。但是虽然咱人的性命有限，但是上帝特别疼惜咱人，互咱管理上帝创造的万物。咱来看今仔日的经文第60甲第80节。第60甲第80节讲，上帝设立咱，管理伊手所做的迄万物伫咱的骹下。就是一切的羊甲牛，山野的走兽，天中的鸟，海内的鱼，既然经过海里的路的，拢下伫伊的骹，拢从这互咱来管理。这款荣光尊贵管理的职分，今仔咱人较有的尔。咱人受创造带有上帝的形象，互咱人的性命甲其他的动物是无共款的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咱有灵性甲兽性啊，人性跟兽性的无共款啊。自然界在野兽，因是哪弱肉强食的动物，这是因的本性。但是咱人却无应该是安尼。但是受罪恶的力量的引诱，咱人原本是受创造者。创造者的人应该是爱谦卑，但是咱如今转做是咱是创造者的身份，就是咱是受创造者，但是咱有时咱感觉咱是创造者，就像上帝同款，这含有一种君王的心态。
咱想要统治别人，咱自私，我们要占为己有。社会有一个安尼讲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咱常常看家己要赢过一切，原来咱人的心内有野兽的兽性，伫咱的心内。咱凡事拢想要抓条条，咱较有安全感，敢毋是？罗马书3章23节讲，因为尽人已经犯罪，上帝的荣光得无着啊。原本伫上帝创造的内面，咱人甲上帝是亲密连做伙的关系。但是当咱人过头看重咱家己身躯的需要的时阵，往往就陷入一个状况，咱会掠咱做世界的中心，去追求外在咱感觉看会到的金钱、地位、拍扑克声，甚至追求咱的面貌，甚至咱的体格、享受等等，也是安尼。咱渐渐就会甲上帝哪来哪远啊！咱原本甲上帝的关系，好像是两台车，伫高速公路两台车，同心同行。但是当咱抓我自我做世界中心的时阵，咱有家己的主张，咱有家己的选择，咱就将咱的车滑头，无管是正边倒边，咱往另外一个方向，咱会驶，也是安尼，这两台车就会愈来愈远。人的人性，互人得意要家己行家己的路。咱追求世人看起来荣华富贵、名声地位，这个可能互咱暂时得到真多，甚至互咱感觉真快乐。但是最后的结果的含虑，马太福音书16章第26节讲的迄个性命的状况。马太福音书16章26节安尼讲：人若得到全世界，却丧失家己的性命，有甚物利益？咱会当用甚物代价来交换家己的性命？上帝是光，当咱离开光，去追求其他的物件的时阵，就好亲像陷入黑暗的中间。黑暗中间的性命，就好亲像顶礼拜姊妹牧师讲一个天平。咱性命中的迄个天平时常咧摇摇晃晃。我们一直处在摇摇晃晃的一个境况当中。人伫黑暗中，搁较多，嘛无法度互你有真正的平安。反正咱受真多的束缚，有真多的嫉妒，互咱要做搁较多，咱永远不会满足的。咱内心有真多怨恨，有惊吓，有也惊，无也惊，有贪婪出现，有欺骗、白贼话、骄傲，这个物件控制咱的心思意念嘛。这款属灵的进展，不断伫咱信仰的团体，伫咱生命中来咧发生。但是咱看袂透，世间人看袂透。正确讲，咱嘛无力来看透，咱更较无法度靠咱家己的力量来得到救。因为福音书内底讲，光来到世间。但是世间人较爱黑暗，较无爱光明，因为伊的行为是邪恶的。牧师毋知，即时坐伫咱在座的咱，属灵的性命是如何？敢才有兄弟姊妹，你即时是陷入黑暗的中间，但是你无气力行出来。还是目前你行伫十字路口，毋知影要往倒一个方向来走，
是要正面还是倒面？第三项上互牧师担心的，就是亲像拜四宴社青团契咧讨论的时，有人讲，上惊就是你陷入黑暗的中间，你无发觉。最怕的是你现在罪恶的当中，你根本没有发觉啊！这是上恐怖的。人活伫罪内底，却唔知，因为当人唔知影家己有罪的时，伊要怎样来悔改得到救呢？也是安尼，咱的愿望到底是甚么？今日的经文第40到第5节。诗人安尼讲：世间人是甚么？你少年伊；人的囝是甚么？你眷顾伊。你予伊变天使，你也较输，搁赏赐伊的荣光尊贵做冕旒啊！当代神学家、美国神学家莫特曼安尼讲：人的罪，人的罪当然可以扭曲人同上帝的关系，但是它不能扭曲上帝对人的关系。意思是讲，罪会让咱离开上帝，但是罪却无法度让上帝离开咱人啊。这是一段的愿望啊，就好像是路加福音书内底龙主的比喻同款。咱知影这龙主放动的龙主要求甲老爸伊要分财产。你较早要分财产的意思，就是我要插你断爸仔囝的关系。咱知影这龙主转过头来离开老爸，龙主破坏伊甲因老爸的关系。但是咱知影，老爸永远伫遐咧等待流浪的细汉囡仔转来。老爸对囝的关系永远伫咧，感谢主。这就是只要有咱基督教，咱所信的上帝有这款的怜悯，这款对人的疼痛，就是无管咱人如何，好消息是安尼，上帝永远咧等咱回头。上帝为了犯罪堕落的咱的人，差派伊家己的囝耶稣基督，道成肉体来到世间，成做咱人的模样，为咱钉伫十字架顶，救赎世间人脱离罪恶的辖制。这段就是约翰福音书3章16节的经文。约翰福音书3章16节安尼讲。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，互既若信伊的人袂沉沦，会得到永远，以疼世间到安尼。这段经文，约翰福音书3章16节，是咱大家非常熟，甚至背起来的经文，但是咱敢有感觉呢？咱敢有感觉？咱无感觉，是因为咱检采认为咱家己无罪，还是咱毋知影咱有罪，还是咱已经忘记了咱过去上帝救赎咱的恩典？无数每一摆回想上帝救赎的恩典。我的内心就亲像今仔日的诗人，诗人安尼讲啊，人算什么？人算什么？我算什么？咱算什么？值得上帝安尼做？上帝，你伫悬悬的天，你既然牺牲你的囝耶稣基督来救赎咱，那是姊妹，世间人逐摆咧讲的。上帝遮大的恩情，咱要怎来行呢？咱逐摆同事对你较好诶，还是朋友对你较好咧？哇，遮大的恩情，我要怎行？
咱敢有安尼心对心来讲，上帝对咱的恩情，咱要造行咧？耶稣基督道成肉体，成做上帝形象，做咱的模样。咱人通得到荣光尊贵，做免流，拢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牺牲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咱人想要恢复荣光尊贵的性命，无别条路，就是咱爱甲基督有相结连，互基督的丰富救赎临到咱。咱甲股票相结连，毋是希望股票起的时阵，迄物件会钱互咱吗？毋是吗？但是迄无去咧。但是咱上帝基督相结连的时阵，基督会将一切丰富救赎临到咱的身上，并且咱有确信，基督会愿意为咱安尼做。顶礼拜是普世教会的生日，信心降临节，圣灵降临节。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安尼讲：毋过信心临到恁的时，恁会得到能力，伫耶路撒冷、全犹太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天边海角，为着我做见证。伫这2000多年来，福音已经传到全世界每一个所在，包括咱台湾。互愿意接受耶稣的人，性命出黑暗，入光明的转变。如今伫台湾千万人的中间，咱受竞选，虽然咱永远是迄少数，可能咱讲4%，统计有4%，但是真正还佫有咧做礼拜，我毋知影有剩几%。但是伫这100几年来，咱有甲侪信仰的前辈，我靠信心互咱的大开咱，咱去做教会四过为主来做见证，诚做咱台湾这个块土地的祝福。而这个过程，咱甲信仰前辈，咱同款经历上帝将荣光尊贵做免流的，互咱做奖赏。当牧师咧准备讲道片的时阵，一边写，搁一边咧想，而且写的时阵写袂出来的时阵，目睭会闭起来。迄闹钟，头壳顶落咧唱，有真侪感恩、懊恼的画面来出现。虽然也看了一寡毋甘，因为咱有一寡咱的兄弟姊妹因为身躯病痛，因为意外来离开咱。虽然建成毋是一间大间的教会，人也毋是真多的教会，但是这6年来，真多兄弟姊妹为了教会团契、补助、事工，来尽心尽本分，牺牲时间，奉献金钱。这虽然其中咱有真多的艰苦、艰难、甲流目屎，但是嘛有真多的欢喜，因为安尼同心合意，咱无分彼此。6月24号是什么日子？有人知影无？6月24号。加在恁有2个有记的。王那点真欢喜。因后生有记得6月24号是咱教会建成教会的生日。咱建成教会已经74岁，74岁建成教会，咱如今一个宣教的教会。宣教的教会就是咱毋是仅啊伫遮伫内底的教会。咱这几年来，咱帮助真多咱台湾的陆续的教会，甚至咱透过咱的社区、咱的关怀据点，疼厝边，亲像疼家己。将近差不多100个人，社区的乡亲，因来遮，你着疼。
可能真侪兄弟姊妹拢毋捌周间来到教会，你毋知影因是用什么心情来教会？牧师特别问的时阵，因讲吼，因紧张啊、欢喜啊吼，暗时拢困袂去，因是用这个心态来到教会。啊，因为咱会当工真心真力咧办这个，咱咧报名吼，咱6月1号吼，咱6月底吼，咱这学期就结束，7、8月放暑假，9月到12月，哦，咱社区的报名吼，咱6月1号开始吼，真紧，一半已经吼额满了。这代表哪？代表社区的兄弟姊妹，因有感受真好。因会招厝边来，你毋知？因招厝边来，像这有听的教会，咱有真侪身躯边听领正的兄弟姊妹，咱长辈，咱大家愿意来互相来关心、来带导。咱来透过每一礼拜爱餐，互咱三交陪。咱就看到有真侪兄弟姊妹。为了爱餐来准备爱餐的过程的中间，得到上大是准备的人啊。照讲来准备爱餐的人爱交钱，你知唔知？上帝透过准备爱餐，互你的性命，互你的属灵的性命完全提悬。咱昨建成有一条新业出现，你知唔知？有一个长老69岁啊。第一遍进厨房下准备料理，但是咱还是爱赞吼，咱的温和长老吼啊鼓励者，咱拍婆一个。我看暗是信心的感动，伊无法度做这样代志。这是听伫咱的中间，伊看了伊愿罗甲伊的未来的囝婿。在少年人啊，毋礼拜主，安尼为了安尼拜六下晡来遐准备爱餐的料理，我看伊嘛是又受感动，受感动。咱的教会，宣教的教会，甲有听的教会，来咧努力来泡照，不是看到真侪兄弟姊妹伫这个中间，因的性命得到改变，因为因渐渐甲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是甲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因渐渐愿意放手，将伊的主权交予耶稣，顺服主耶稣引带因头前的路站。咱因啥咧找工作，咱要靠咱人来拍算。学校嘛是同款，感觉咱无想迄个台字辈，还是咱吼，咱就无希望啊？毋是，咱咧顺服上帝引带咱头前的路站，信心的大开来开阔因，才愿意付出兄弟姊妹因的心灵，互因超越肉体的限制，超越肉体顶面的需要。因看到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美好甲计划，伫神学院内底有一个，毋但仅有得到博士，伊嘛有真侪实现服侍经验的即个老师，伊怎讲？伊伫课堂上咧讲，我信的基督教，参恁信的无一定是共款。咱有法度超越咱肉体的限制，较超越咱肉体的需要。咱较有法度看到上帝创造宇宙的美好，甲对你的计划。咱就渐渐的体会，真做上帝的囝儿是何等荣耀的一项代志啊！另外，牧师嘛知影，目前依然有真侪人受侪代志的阻挡。无法度，互你专心专意来回应上帝救赎的听，互你伫两难之间真艰苦的中间。但是罗马人书第8章35节对咱安尼讲：啥人会倒
会当切断基督对咱的疼，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迫害吗？是妖恶吗？是散车吗？是危险吗？还是惨死吗？拢毋是，兄弟姊妹，你也是伫即款的有真侪受阻挡的兄弟姊妹，牧师爱讲，你爱悔改，你爱将你的手放掉，将你原本认为这个世界互你的完全安全、瓦靠的人事物，这个物件你拢爱放掉。咱人虽然软正，但是主互咱刚强。迄天有一个兄弟姊妹呢，甲牧师讲，牧师，即摆破病毋是惊啊老人咧，咱会看啊真侪少年人拢身躯拢无介好。啊，是因为咱互信心的大开，咱会引带咱头前的路站。咱毋知影，当时上帝要从咱即个命啊调走，但是咱爱亲像龙主共款，上帝永远你等待咱来回头，等待咱将迄车越头，甲上帝三开同行，重新朝着上帝互咱人荣光尊贵的身份，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。当阮受到打击的时候，阮拿诗人安尼讲：人算什么？阮阁算什么？你竟然互阮得到遮大对你来的疼。愿你帮助阮所有兄弟姊妹，刚强壮大，群体助你的脚步来跑走天路，通得到迄个袂毁坏、荣光尊贵来做冕旒。阮安尼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回应诗信息第452首，上帝疼痛也会遐大，请起立。上帝疼痛也会遐大，欢喜喜乐好啊，因我的理想。尊贵、恭敬、万无对。
受的高举。阿门。请坐。奉献，请书函的同工。会众请起立。请坐。公道的事项记载伫周报顶面，请为着教会异象，成全正信徒万民该祭司。为着第一点，愿主保守咱甲基督三结连，互基督一切丰富临到咱，恢复咱荣耀尊贵的身份。第二点，为着阮教会基体。有调养的陈金子、刘慧英、陈王兰、洪前之、陈德明、刘秋敏、陈丽水、胡一梅、杜昭、庄宝玉、陈秀荣、赖胜雄、陈义立、林以诺、朱小雷、洪英哲、孙兆正，复健的陈昭明、刘慧忠、李碧莲、原田文子、林美金、张应玉、李念之，化疗的黄静茹。陈怡君、李雅娜，还有脚踝石凯华。第三点，为台湾总统选举，达正营甲候选人会当提出下主成的治国方向、理念甲政见。当先来祈祷。
亲爱的主啊，感谢你听阮有声甲无声的祈祷。有时阮袂晓祈祷，但是信心引带阮，因讲无出的叹息，互阮家己逐人为家己的罪为义，为审判家己，责备家己。主啊，求你保守阮常常伫你的内面，知影阮是主的囝儿，有荣耀甲尊贵的身份，亲像葡萄酒甲你相结连，照是结果子。伫生活中有好的行为，成做别人的祝福，分享你丰盛的怜悯甲恩典，搁将一切荣耀归乎阮的爸上帝。亲爱的主，阮要为着阮教会时代以及伫患难病痛中的兄弟姊妹，热切来祈祷。恳求你看顾伊的身心灵，拢会当得到主的医治，互因随梦伫病痛中，心内阁有平安，有主的信心，甲国外的愿望。主啊，阮也为着明年的台湾总统选举来祈祷，求你看顾阮的国家，引带打正赢的候选人，会当提出下主心的政策甲理念。伫选举的过程中，一切公平甲和平，互选举的结果显出你对阮台湾美好的计划。即是阮要做伙用主你所教示阮的主祷文，同心祈祷讲。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城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，无抵传阮入地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报告，请大家来看周报。教会消息第一点，请各团契会长将第三季聚会内容甲复赛同工排班伫6月18号进前完成交互干事。第二点，宣导部社区第2摆的乒乓课程对今仔日开始，但是今仔日暂停吼。请大家来注意，因为主流的学生请假吼。第三点，宣导部社区照顾的关怀据点伫亲像牧师讲的，伫6月1号开始接受秋季班课程的报名，伫9月4号开始。第四点，6月15号下晡，有宣导部社区照顾的关怀据点举办健康演讲，题目是认识失智症。第5点，恭喜阮的教会青年郭正尧传道吼，甲伊的太太杨秀文传道，要伫4月2号主日下晡3点红幕就任台南中会德光教会教育牧师甲宣教牧师。本堂2位牧师甲小会员，甲阮的信歌队要代表本堂前往庆祝献诗，请为这事来祈祷。团契消息2点有第一点6月16号上午上年团契聚会，请注意。第2点6月18号上午有青社团契的聚会伫4楼吼。奉献明细，若是有错误漏交的，请干事来订正。上营信息第513首，原主赐福保护你，因时线请牧师接导。原主赐福保护你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信心的帮助较扶持，互咱常常连结的基督，搬过一切的艰难，为主做见证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坐。未倒避讳，